你来了，我等你很久。我们认识吗？现在不认识，以后就认识。你干什么？是你们要干什么？妖后陆渊。你怎知是我？你的人带我从御书房过来，一路无人阻拦，看得出来他主子地位不低。听说元启皇帝独宠一人，为他断绝6宫。看你穿着不凡，能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儿，想必一定是妖后陆渊了。别过来！退下吧，易欢。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，我要离开这儿。你见我的第一面，就要杀我。